天要是不还，我不喜欢也他可以出来。那个我也搞个门，这我也干出来，对呀，这还是这我去年的，我弄还没得我去的大，我干不过我呀，这样子都比较常见的，知道吗？那是人家这个每个地方都看着不错。完了不嘞，作品那个而且为了吃饭什么，但是那不好嘛，这为了早上这个不接了，我送我呢。
Hãy subscribe cho kênh Ghiền Mì Gõ để không bỏ lỡ